新社因为海拔高度与气候适合种植水果，所以四季都有不同的果树熟成。我要去农场看看，俩贵姐有什么水果呢？大哥，啊，你好，你都给种马改？石头啊，呀嘿，马改果子啊？甜头。哦，是在炸的，是在炸的。可是这要怎么采呢？这个安尼吼，哦，洗完板黑吼，安尼哦。有没有听到那个很清脆的哈？哎，好漂亮哦！有香气耶！有香气哦，红的这个够，哎。哇，鼓手，俩贵姐开出甜头。哎，甜，哎，叫。是。我真是来对季节了。来到这片桃园，可以想吃多少就摘多少，真的是好过瘾呢。而且不止如此而已哦，这里还有很多的果干伴手礼可以逛逛。俩贵姐生的枇杷，嘿，跳。真的，都变成这个蜜饯，对不对？不信吗？好好。好吃。哎，而且挺 Q 啦。哎，拿了泡茶，应该很润喉，对不对？所以要是贵姐产出来的这些果子没有卖掉的话，我们就可以把它做一些加工，就可以吃很久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所以呢，俩贵姐开出甜头以外，还有这个枇杷，其他的果子在新社这里。摘了满满一篮的甜头，当然要来学一下怎么腌桃子。好险，我平常就很贤惠，在家都会帮忙切水果，还被称赞切桃子的手是蛮利落的。滚动着桶中的桃子，我已经闻到阵阵的醋香味，口水都快流出来了呢。这样可以吃吗？试试看啊，吃吃看啊。看起来有一点点入味变色。好脆哦，真好，是不是带一点酸？其实腌桃子啊，它不是所有桃子都可以腌，真的。像你们刚刚去摘的是平蜜桃，那你们现在腌这是福寿桃，或如果没有福寿桃，你也可以买二月桃或莺歌桃，带点酸来腌的桃子会比较好吃。这样听起来桃子分好多品种，对，熟成的果子被一把摘下来，俩贵姐开出甜头。我走入这片桃园，满载而归。